以前一直都係心裏邊有一個疑團啊，點解中國人會信仰呢個主張無情無欲嘅佛教嘅咧？人生而為人，咪應該有情有欲，享受呢個世間嘅一切嘅情欲嘅咩？點解會接受呢種咁嘅宗教嘅？咁咧就其實原因咧就係因為咧同佢個地理環境講起啦。中國咧其實係一個僻處於亞洲西邊東邊一隅嘅一個好封閉嘅空間嚟嘅，即係同西邊嘅亞洲係好隔絕。所以佢秦始皇滅六國一統天下之後咧，佢就可以實行愚民政策咁樣。如果佢隔離有一個文化高嘅國家同佢競爭，佢就唔可以咁做啦。其實佢嘅近鄰咧就係有佢仲有一個近鄰咧，就係喺更加近嘅，就係北邊蒙古高原嗰啲胡人。但係呢啲胡人咧就文化低落，冇咩值得學習。只要築起一道長城咧，就可以將佢隔開咁樣。咁佢東邊咧就係海洋嚟嘅，係東海啦、渤海、黃海啦，南邊又係海洋。喺呢個古代呢個大航海時代來臨之前咧，海洋咧就係所謂天涯海角，係好天然嘅屏障嚟嘅，天險啊，即係唔會有外敵來犯啦。咁當然啦，大航海時代之後咧，沿海就變成咗歐美國家咧嚟到中國嘅登陸嘅第一站啦，變咗。咁就西邊就係青藏高原啦，空氣稀薄，有高山症㗎，就只可以生草嘅啫。咁又係人煙稀少嘅。佢北邊嘅新疆咧就係塔里木盆地咧，即係塔克拉瑪干沙漠咧，有啲風沙咁樣，又天氣又酷熱，咁生存條件又係好差，又係人煙稀少。係新疆嘅北部嘅準噶爾盆地啊，即係天山以北啦。塔里木盆地咧就喺呢個天山以南啊。天山以北因為雨量比較多啲咧，就會好啲，就比較有利於農作物生長，咁叫做塞外江南嘅。咁所以唐玄宗咧取經都係去嘅時候咧，由中國出發咧都係經準噶爾盆地嗰度去嘅，但係嗰條路咧係比較係要兜一個彎嘅，條路線係長啲嘅。咁所以佢取完經喺印度學佛學有成啦，跟住取經回國嘅時候咧，佢回程就係由南疆嗰邊，即係塔里木盆地嗰邊翻嘅，因為嗰條路係比較近嘅。咁咧，所以咧嚟講咧，中國係一個好封閉嘅空間，佢同外界係都幾隔絕。所以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咧，就可以實行愚民政策啦，咁樣。最多喺北邊建一條城牆，同啲胡人阻隔住，咁就天下太平。咁咧就佛教咧就係喺印度傳入嘅，咁印度就係中國西邊最近嘅鄰居啦。所以咧就當時咧就係中國最先係由外國傳入嘅文化就係印度文化啦。主要係以佛教嘅形式傳入中國嘅。
講到佛教咧，就要講下印度嘅宗教先啦。印度咧就本來咧住嘅係一啲黑種嘅達圖里亞人啊。咁咧就喺好耐以前啦。咁歐洲咧就分裂出一支民族咧，就向東遷徙，就征服咗呢度嘅印度嘅呢個達圖里亞人，咁啊成為咗統治階層啦。咁啊俾佢哋統治嗰啲黑種人咧，就被視為賤民階級。佢哋要征服自己嘅姿態咧，就係做呢個高等種姓啊咁嘅。即係佢哋係歐洲啊，屬於同歐洲話屬於印歐語系嘅。其實佢哋最先係去到伊朗先嘅，咁就所以而家伊朗嘅波斯話咧，其實都係印歐語系嘅。跟住下一步就佢哋去到印度咁樣。咁就而家啲巴基斯坦嘅烏爾都文啊，同埋北印度文咧，都係印歐語系嘅。咁印度咧就係一個位於呢個熱帶嘅一個半島啊，而且咧啲雨量好充足。即係話咧啲食物係好豐富，啲農產品好豐富啊。原本係一啲熱帶雨林咧，你斬咗啲樹林咧，就嗰啲木可以用嚟做房屋啦、做供電啦、做傢俬啊咁。咁斬咗樹林之後，嗰個露出嚟嘅平地咧，就可以用嚟做農田啦、耕作、種各種各樣嘅農作物啦。糧食相當豐富啊，所謂飽暖思淫欲。咁咧就孕育出一種縱欲嘅婆羅門教文化啦。咁咧佢哋就佢哋嘅婆羅門教神殿裏邊咧，就有一啲模仿呢個男性嘅陽具雕刻出嚟嘅石柱啊，叫做靈家嘅。咁石柱坐喺一個同樣石挑出嚟嘅水盤，四方形嘅水盤咁。咁咧就叫做乳那咁啊，其實即係象徵女性性器官。靈家同乳那咧就變成咗象徵嘅男女交配嘅。咁咧就但凡一種文化去發展到盡呢個極端咧，就會有另外一種相反嘅文化出嚟反對佢嘅，所謂物極必反啊。咁咧呢個就係佛教啊。佛教咧喺印度嚟講，就佛教咧就出現佛教係一種否定世間一切價值嘅宗教嚟嘅。咁咧就以《金剛經》為例啦，等我哋稍為認識下佛教嘅教理啦。嚟呢度，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法。咁佛教認為咧，其實我哋個人喺世間見到嘅一切嘅現象咧，都係一種幻覺嚟嘅啫。如果你係睇到嗰個幻覺而即係唔能夠有睇穿佢咧，係一種幻覺咧，咁你就未覺悟嘅。即係呢個係所謂相啊，就係現象。就算係佛所講嘅
佛法咧都係一種執念嚟嘅。你係想成佛咧，你呢個慾望咧都係一種慾望，即係你想成佛嘅慾望都唔應該有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即係我講嗰啲所謂佛法咧你都要否定。非法，即係我嗰啲所謂佛法咧都唔係佛法嚟嘅，非法。甚至你係啦，你覺悟啦。所謂佛法要成佛都係一種執念啦，你咁都唔得，都仲要再否定咁樣。佢哋話：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所以如果你睇穿咗。你見到世間嘅事物都係一種幻覺咧，睇到啦，咁你就係呢個見咧可以讀做現都得嘅，即係如來就會現喺你面前啦。如果你悟咗之後咁你自己就已經成佛啦，咁樣你自己就變咗如來啦咁。或者可以見到如來啦，你已經成為佛嘅一份子。咁咧就佢亦都有講：若以色見我，若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嘅。咁啲《金剛經》係比較保留咗原始佛教，即係小乘顯宗嗰種教義啊，就係。啲和尚咧就係過獨身生活啦，咁嘅，亦都唔練嗰啲咩巫術啊、咒術咁嘅。咁因為佛教後來發展到後來嘅密教之後咧、密宗之後咧，啲和尚咧就好似啲婆羅門教祭司咁，又念嗰啲嗰啲咁嘅咒術啊咁樣，又拜啲三頭六臂嘅菩薩啊咁樣。咁咧小乘佛教啊冇拜三頭六臂嘅菩薩，咁佛陀就係唔會三頭六臂嘅，亦都唔會個額頭多咗隻眼啊，好似啲婆羅門教嘅濕婆神咁。佛教最原始嘅佛教顯宗咧係唔講神通呢樣嘢。所以佛陀咧就成個樣就普通人嘅樣嘅啫，就唔係好似後來嘅大乘佛教嗰度拜嗰啲三頭六臂啊嘅菩薩嘅。咁咧就甚至啦唔使禪定冥想都唔使啦，總之你悟咗生死咧，你了悟生死你就已經成佛啦，你已經唔需要搞咁多嘢，就唔好以色見我，唔好以音聲求我。你咁樣就係行邪道咯，因為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咁咧，所以因為佢係否定世間一切價值嘅宗教啦。所以咧，佢就認為追求世間嘅慾望嘅滿足咧，都係其實係追求一種幻覺，所以不必去追求啊。呢個就係佢點解無情無欲嘅原因。亦都係，既然一切價值都係唔存在嘅，咁佢亦都冇所謂種姓制度啦。所以呢樣嘢就係反對婆羅門教嘅種姓制度，認為眾生都平等㗎啦咁。咁魏晉南北朝呢個顯宗佛教盛行嘅年代咧，實行啲係咩制度咧？其實都係承襲翻秦漢嘅郡縣制嘅啫。咁
秦始皇一統天下滅六國嘅時候咧，就制定呢個郡縣制啦，就由朝廷派地方直接去縣嗰度統，即係每個政治單位、政區咧就叫縣啦。一啲大啲嘅城市就叫做郡啦，即係等於而家嘅直轄市或者特區咁。後來漢朝咧就發覺咧，可以將一紮嘅縣啊，歸納為一個州咁樣。咁咧就個郡就係喺呢個州裏邊最大嘅一個城市，即係相當而家嘅省嘅省會咁啦。咁所以就有州郡縣制咁樣成立。呢個制度咧，呢個同埋稱呼一直到宋為止嘅，都係叫州嘅，叫地方政府。咁亦都冇再搞分封制啦。但係咁樣有一個問題，如果你派啲官員去地方統治，你點樣選拔人才咧？咁漢朝嘅時候咧就係用選舉制嘅，就叫地方裏邊一啲世家大族啊，嗰啲有聲望嘅人咧，去到選一啲佢認為有才能嘅人，推薦俾朝廷咁啊。而家叫中央啦，咁啊朝廷咧就再委任佢去統治嗰個地方咁樣。咁咧就其實仲係擺脫唔到封建制度嗰種特色喎，因為嗰個推薦人佢係有私心噶嘛，梗係會推薦自己嗰啲子侄啊、嗰啲親戚咁去做噶啦。咁當時就實行叫做九品中正制啊，即係將啲官吏分到9個等級。咁咧就嗰啲負責選拔人才嗰啲都係官啦，咁啊梗係選翻自己啲世家大族啲子弟做啲高級嘅官啦，嗰啲低級嘅官就先要俾嗰啲平民去做。所以造成咗上品無寒門，下品就無士族咁樣嘅一種狀態，即係一種新嘅封建制度，接近封建制度嘅情況又出現啦。因為秦滅六國咧，已經將六國嘅貴族滅咗啦嘛，然後秦覆亡之後咧，連秦嘅唯一嘅貴族都冇咗。咁咧，中國咧出現咗歷史上出現咗第一個流民皇帝咧，就係劉邦啦。劉邦佢唔知佢係流民啦，佢嗰班手下樊噲嗰啲都係販夫走卒嘅，即係流民啦咁樣。記住喺冇封建制度嘅社會係唔會有貴族出現嘅，永遠都係出現啲流民嘅皇帝咁樣。咁咧就魏晉南北朝亦都係一個大分裂時代啦，變咗有啲似翻春秋戰國咁樣，列國並立咁樣嘅情況。但係佢哋已經冇再實行封建制度啦，唔再分封啦，都係繼承翻秦漢嗰種郡縣、州郡縣制嘅，然後由朝廷派人去地方直接統治嘅。呢個情況咧，一直到隋煬帝發明咗科舉制度之後，然後後來唐太宗繼承翻佢呢個制度，然後到宋元明清咧，歷朝都係行呢個制度不衰，一直到清末民初科舉制度先至取消。咁用考試制度去選拔人才，呢種科舉制度咧，先至係打破咗呢種九品中正制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呢種咁嘅情況嘅。
喺魏晉南北朝啊，佛教由印度大量咁樣傳入中國嘅時候咧，亦都係將佢嗰啲原本係婆羅門教嘅瑜伽裏邊嗰啲靜坐冥想啊，叫做佛家叫禪定咧，呢種修練方法就傳咗入嚟中國嘅。咁中國古代漢代嘅馬王堆漢墓出土嘅導引圖咧，都係一種動態嘅，叫做動氣功啦。中國分做動氣功同靜氣功。咁啊，靜氣功嘅中國本來冇嘅，係由呢個魏晉南北朝時代咧喺印度隨住佛教傳入嚟嘅。咁啊，所謂靜氣功就係坐定定或者企定定喺度冥想啦，即係所謂參禪啦。坐喺度就叫做坐禪啦，企喺度叫做立禪啦。咁咧，乜嘢都講求實用主義嘅中國人咧，就係採用立禪嘅方式嚟到修練嘅，嚟到同佢呢個應用喺呢個格鬥術上面啊，即係搏擊上面。喺我以前嘅節目咧都提到過㗎，就係所謂站樁氣功咧，就係其實即係你佛教嘅立禪嗰度出嚟嘅。呢個係混元樁啦，同埋形意拳嘅三體樁啦，或者再大啲嘅伏虎樁咁樣，就係呢種靜止嘅狀態，但係你又要形鬆意靜啊，即係個身體要放鬆，個腦又唔好諗嘢，要好清靜咁樣。咁嚟到培養一種反地心吸力啊，即係久而久之你就會產生一種反地心吸力。咁就當然就唔會話好似嗰啲科學家做啲嗰個浮蛙實驗咁啦，將成個青蛙仔浮起懸浮喺半空，因為人體嘅重量始終係比青蛙仔大好多，未至於可以成個人懸空啊，但係咧你都係可以，你會感覺咧練得耐咗咧，你會感覺好似一個人企喺個沙灘，走入去個海水裏邊，背住個海嘅時候咧，後邊嗰啲海浪咧係咁拍住你個背脊，拱你向前咁嘅。咁咧就中國人就利用呢種由站樁，南方叫扎馬啦，即係立禪啊，冥想得嚟嘅反地心吸力咧，應用喺搏擊上邊啊，即係格鬥術上面，即係一種向前，利用呢種向前衝啊嘅力度咧，加強進攻嘅力度啊。譬如咧呢個形意拳咁啦，崩拳咁樣，左腳前腳進一步，後腳又跟進一步，咁樣打咗出去，咁咧又係咁樣前腳進一步，後腳跟進半步，又打出去，即係崩拳啊！半步崩拳打天下咁咯，形意拳就係咁。除咗形意拳之外咧，中國嘅南派武術亦都特別講究呢個站樁嘅紮馬練功嘅。咁比較有代表性就係福建永春白鶴拳啦。咁咧佢有四派嘅，就係根據白鶴嘅飛鳴色熟四種動態咧，就有四派嘅飛鶴拳、鳴鶴拳、食鶴拳同埋中鶴拳啊。咁咧廣東話咧，廣州話中就向前，中溫雞咁中啊，即係福建話咧中都有呢個中呢個字嘅，
叫做衝學拳咧，就係利用嗰個因為站樁而產生嘅反地心吸力咧，向前衝啊，即係向前去衝啊詠春福建詠春白鶴派嘅白鶴拳咧嘅支流咧就係日本沖繩江油流空手道。咁啊，江油流空手道嘅祖師啊，東恩納寬兩咧就係喺福建做生意15年啦。咁啊，做生意期間就學咗福建嘅學拳啊，咁樣翻到沖繩，即係以前叫琉球嘅地方咧，就授權，就教咗個徒弟宮城長順啊，佢咧就亦都係後來佢亦都去咗福建學咗4年拳術，翻到去沖繩之後咧，創立江油流空手道。佢係應該去福建嗰4年咧係學虎形拳，福建嘅虎形，咁啊同佢老師嘅學型咧就混合。佢老師嘅學型係屬於剛嘅，佢學嘅福建學嘅就虎形係柔嘅，咁咧以學嘅剛同虎嘅柔咧，即係虎掌啊嗰啲柔化勁啊，同埋學拳嗰個剛勁咧，就創立咗江油流空手道嘅。語言係文化嘅載體，文字都係文化嘅載體。咁喺魏晉南北朝嘅時代咧嘅嗰個字嘅形態係點嘅咧？咁當時流行嘅咧就係魏碑體嘅書法。點解叫魏碑體咧？因為魏晉南北朝啊有好幾個朝代咧，都係稱作魏朝嘅。例如三國時代曹丕創立嘅魏啦、魏朝啦、魏蜀吳啊，然後咧到咗呢個司馬氏啊，就散咗魏朝，建立晉朝咧，就統一咗天下啦，滅咗蜀同吳咧，一統天下。不過呢個晉朝咧好短命，好快就亡咗。咁咧就中國咧就從此進入咗一個長達300幾年嘅大分裂時代。呢啲漢化咗嘅胡人咧就入侵中原咧，就建立咗大大小小嘅一啲國家嘅，史稱嘅五胡亂華。咁晉室嘅一啲晉朝皇室咧，一部分皇室咧就向南咧逃到去長江以南，就建立政權，定都於建業，即係而家嘅南京啦。咁但係就叫東晉啊，東晉，但係後來又被權臣篡位咧，建立呢個宋啊，然後不斷咁樣權臣篡位咧，就出現咗宋齊梁陳幾個朝代嘅。咁呢個係講南朝啦，咁北朝咧就後來由呢個北魏太武帝拓跋圭統一咗，就建立咗北魏。不過北魏咧後來又分裂成東魏同西魏。東魏咧就有而家嘅佔有而家嘅華北平原地帶啦，西魏咧就具有黃土高原一帶嗰啲嘅地區嘅。東魏後來又被權臣篡位，改成咗北齊，而呢個西魏咧又係被權臣篡位，就變成咗北周。到咗北周末年咧，權臣楊堅咧就篡位，建立隋朝啦，就係史上出名嘅隋文帝啦。咁咧你聽咗之後，上邊有北魏啦、東魏、西魏同埋曹丕嗰個魏啦，建立嗰個魏。
有成4個魏叫做魏朝，所以咧魏晉南北朝嘅書法咧就叫做魏碑啊，因為當時啲字咧都刻喺啲石碑上面嘅。咁魏碑嘅書法有咩特點咧？就係佢嘅特點咧就係落筆同埋收筆都係用側鋒落筆嘅，收筆亦都係側鋒嘅。點解會有咁嘅演變咧？就係過去咧秦漢嗰個用竹簡寫，用毛筆寫喺竹簡上面嘅時代咧。因為個竹簡啊，佢係唔係平噶嘛，所以個竹簡即係竹條嚟噶嘛，佢中間嗰部分係凸起嘅。咁你寫用毛筆字寫字喺竹簡上面嘅時候咧，咁喺中間嗰部分你就要略有升起啊。咁啊造成咗隸書咧係打橫嘅線條咧就係會向微微向上咁樣彎起嘅，拱起嘅。咁同埋佢嘅落筆咧就係中鋒落筆，跟住側鋒收筆，先至做到呢種咁嘅橫線啊，微微向上拱起嘅效果嘅。但係到咗魏晉南北朝咧，就紙張就開始普及使用啦。雖然喺東漢蔡倫已經發明咗造紙，但係一直去到魏晉南北朝先至紙張先至普及出嚟嘅，普及起嚟嘅。咁就紙張又唔同啲竹簡啊，竹簡係重噶嘛，比較重啊，重量重身啲。而紙張係比較薄同輕嘅，你一定要用毛筆握住佢先寫，壓住張紙寫出嚟嘅。所以咧，造成佢落筆一定要用側鋒用力壓住張紙，係咁向右拖行嘅時候咧，收筆咧亦都係用側鋒收筆。其實收筆就唔一定要用側鋒，但係因為可能係佢係由隸書演變出嚟啦，所以隸書收筆係用側鋒收筆嘅，所以就跟翻隸書側鋒收筆嗰個慣性去做啊。咁之前都講過啦，如果係中鋒係屬於陰嘅咧，側鋒屬於陽嘅話咧，咁咧魏碑呢種字體啊，無論落筆或者收筆都係用側鋒嘅話咧，就即係落筆係陽，收筆都係陽，係純陽啊，至陽至剛嘅一種風格嘅書法嚟，書風嚟嘅，就唔係好似隸書咁啊，中鋒落筆，側鋒收筆，即係先陰後陽咁嘅一種咁嘅，即係有陰有柔，有陰有陽，有柔有剛嘅一種書體。呢個就係魏碑體楷書同埋隸書唔同嘅地方。咁咧，我以前嘅節目度講過隸書嘅寫法咧，落筆咧就係中鋒落筆，跟住咧就係側鋒收筆嘅。咁你如果係橫畫嘅話咧，你嗰個線條咧就係向上微微拱起啊，因為嗰個隸書係秦漢時代寫喺呢個竹簡上面嘅，咁就所以咧佢個竹簡係向上拱起啊嘛，所以你啲線條都係跟住向上彎。你寫呢個撇都係一樣啊，中鋒落筆，然後咧就側鋒收筆啊，即係好似太極咁啊，先吞後吐，即係好似射箭咁啊，先吞後吐嘅，即係先向後拉弓，跟住咧鬆手咁啲箭就向前射出去。隸書都係啊，一落筆咧就係中鋒，即係好似速勁咁樣，
然後咧收筆咧就係側鋒就放勁啦。咁但係咧南派嘅武術或者形意拳就冇嘅，佢係靠站樁氣功咧就練咗呢個反地心吸力，即係你喺一個人喺無念，即係唔諗嘢嘅狀態，全身放鬆嘅狀態，嗰度反地心吸力就會出嚟，就唔需要好似太極咁樣啊，又要向後好似彎弓咁向後彎弓。速勁跟住先放勁出去咁。嗱，佢所以即係佢寫呢個魏碑書法都係一樣。佢落筆咧就係側鋒，收筆都係側鋒嘅。佢唔需要好似太極咁先用中鋒速勁，跟住收筆嘅時候側鋒嘅時候先放勁即係我哋如果用呢個中鋒當係陰，側鋒當係陽咧，佢就係落筆又係陽，收筆都係陽，係至陽至剛嘅一種風格啦。佢就算係撇都係嘅，落筆咧側鋒，到收筆咧都係側鋒嘅側鋒。所謂鋒芒不露啊，就係呢種風格。咁啊，康有為最中意魏碑啊呢種，可能因為佢特別中意啲陽光嘅風格嘅書體啊。呢個撇捺咧都係側鋒落筆，側鋒收筆，即係同呢個篆書啱啱相反啊！篆書係落筆又係陰，又係中鋒，收筆又係中鋒。即係落筆又係陰，收筆又係陰，係純陰極陰嘅性格嘅一種書體咯。魏碑體就唔同啦，就係落筆又係側鋒，收筆又係側鋒，落筆又係陽，收筆又係陽，係至陽至剛嘅書體。同篆書咧至陰至柔咧係啱啱相反嘅。係兩種啱啱相對嘅字體嚟嘅風格。